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8月初3公視台語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先來看今仔有啥物新聞重點。高雄新增加2例天狗的境外移入的病例，一對母女暗崁北去過越南探親，無配合醫療，護衛生局罰1萬塊。大同5月有驗到中年粗油原料苯偏比超標，那樣批評大同暗崁無隨通報，大同強調講應該是中年愛主動通報。捷運萬大線第1期工程完成超過85%，今仔台北市長做回試車，按說明年底會完工。來看昨高雄，閣再公布增加2例境外移入天狗類病例，是一對住佇高雄嘉善的越南新住民的媽媽甲查某囝，因佇7月初有轉去越南探親，轉來台灣了，就開始出現發燒等症狀，檢驗確定講是餵着天狗類。也毋過，當初因去看醫生的時，無講到有去過越南，嘛罰1萬塊。工作人員順大街小巷咧噴藥啊防治，這個月初2高雄新增加2例境外移入的天狗熱確定病例，累計境外已經達到15例。新增加確診的個案是一對越南籍的母仔囝。住佇嘉善區，7月轉去越南探親，7月底回國了後，老母先出現發燒的症狀，家己食藥啊無改善，去互醫生看了，才確診。查某囝是佇個老母確診前2天，家屬帶去診所看病，煞無佇第一時間，甲醫生講伊有出國，一直到老母確診了後，佇咧做疫調接觸史的時陣，才發現目前2個人攏已經住院隔離中。防疫團隊已完成各項防治工作，經疫調發現家屬帶女兒就醫時，未告知近期越南旅遊史，已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31條，將依法裁處新台幣1萬元。高雄市政府提醒，依照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民眾入境也是返國了後出現發燒、目額凹的痛等疑似的症頭，攏應該主動甲醫生講。這個確診個案的家屬，就是因為無配合疫調，提供正確的資訊，去互人罰1萬塊。即馬是用義工吼，甲阮的鄰長吼出來咧用啦，攏總有含一寡有積水啦，清洗的，甲清掃一寡垃圾，攏有啦。市府發現嘉善區最近蠓蟲明顯變濟，捌佇附近徛過巷路掠到白卡蠓啊的生蟲，嘛有發現真濟生水蛆的物件，會繼續追查周邊的狀況，嘛針對拓生的熱點進行清除、噴藥甲檢舉。記者綜合報道。有致癌成分的藥品案的爭議，閣繼續在傳燒。台中地方法院是指出講，大同5月時，就驗到中年藥品進口的黃豆粗油的原料苯偏比超標7倍，就雖退回，也毋過那也是閣再批評講，大同是國營事業，那無隨通報閣暗崁。大同強調講，超標的是原料，是管法內底是無規定講一定愛通報，這部分應該是由中年來主動通報。經濟部嘛表示講，食安議題需要愈濟人共同來把關，也毋過通報的義務嘛是有相關的規定。中年問題藥的代誌是繼續發燒。台中地方法院初一就也講，大同佇咧5月就驗出中年油脂311油造的粗油苯偏比超過標準7倍，詳時退回拒絕接收。啊，毋過國民黨就質疑講，絕無看到大同通報後在地台南市政府，認為有食案的嫌疑。經濟部甲大同攏強調，超過標準的原料並不是食管法通報的目標。當下就拒絕收這批油，那這個油的所有權跟管理權都屬於中年。那根據食管法的規定，這個中年要負責去通報，連檢察官都認為應該是由中年來通報。食藥署早在2024年3月11號就向食品業者清楚說明，只要發現原料或產品有危害食品安全之虞，就應立即停止使用、停止製造，並主動通報主管機關。難道要等人民吃下肚，再來一句深感遺憾嗎？國民黨團就批評國營事業的大同是安怎會當作無看的，互民眾食過外國以上的毒油。也那民進黨是講大同確實唔是法定義務的通報人，啊毋過日後會針對原料是唔是愛跨機關提供做風險的意見，嘛認為會當納入討論。也那國民黨的地方首長最近是講7月初時中聯總經理吳寧昌參加衛福部的專家會議，會議背後有問心燒天。也那即馬閣爆出來。其實前一天，伊嘛共款坐佇咧台中市府調開的油品事件解釋會議。我們的報告全程公開已經釋出，就
業者為什麼會犯下這些錯誤造成致癌由進行調查。怎麼會7月4號參加衛福部的叫做門審，那7月3號參加台中市的會議，那台中市政府就一句話全部都不講。我相信整個問題點是在於說，為什麼製造商中聯他為什麼拖了1個多月的時間？對門神燒天這個講法是唔是有相同標準？台中市府強調，兩場會議性質無同，尤其中央訂定使用問題油無夠20%唔免落市的政策決策過程，並無邀請地方來參與，嘛要求愛公開相關的會議記錄，交決策的依據。記者綜合報道。來看美國頂禮拜5大起，佮加上亞馬遜的財報真好，科技股嘛大起。台股今仔早起開盤，雖然是落破42800點，也毋過連日就大起，盤中上懸是起到43784點，起超過600點。今仔收盤是起266點，是收跌43386點。今仔寬達股台積電上價是落到2365塊，收盤是2370塊。也毋過今仔聯發科、日月光攏是起甲真棒，記憶體類股嘛表現了袂歹。台股佇頂禮拜大起大落，應該進入震動整理的階段。回答8月26要公布財報，會影響到相關的 AI 概念股的表現。再來看立法院今仔針對軍公教台語調整法制化來辦公聽會，軍公教團體是呼籲講，應該得愛加入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等客觀的指標。審議委員會嘛應該愛有軍公教的代表來反映基層公務人員的意見。軍公教台語調整法制化，朝野有修法的共識。立法院初三舉行公聽會，軍公教團體為着基層來講話。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就強調，軍公教台語唔是福利，是國家人才政策。根據統計，10年累積起來，軍公教台語調整的幅度僅那14.74%，是對袂着國家經濟成長，所以提出修法的方向，包括建立特檔定期的審計制度，加入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等等客觀的指標，還有台語審計委員會都要納入軍公教代表。現在政府會說有啊，每年都有檢討哈。是每年都有檢討，但是你檢討呢，到底是怎麼檢討？我們應該要有一定基數，至少3個或甚至是超過半數以上，是我們的基層的公務人員代表進去。你要他做主管，他好像也就是如果沒有調得很多，或者說沒有一個很好的一個鼓勵機制，其實只是餓不死，你就是吸引到一群不想餓死的人進來了，你不能吸引到一群很棒的人進來。吳偉新認為，若要調整台語制度化，嘛要考慮到人才留會調、專業發展、鼓勵升官等等。另外，公務人員考績法制化嘛，定防屁上，因為設75%價頂的限制，互真濟新入來的公務員都怕議定會按規矩，考進院就要修法，改做是優秀、良好、甲未達良好3個等次。啊，毋過軍公教團體煩惱講，這個倒台制度欠法律上的正當聽書。對於那個降級、免職等等類似司法懲戒效果的重大的懲處呢，我們覺得他應該有更嚴謹的正當程序。要達到這個優秀的資格不會很多哈，那大部分都是良好，但是優秀的又是優先升遷。那良好的部分，他心態雖然他不一定他沒有他，但是他心理上會有一點怪怪的哈。高世南就表示，政府要鼓勵優秀的人才留較久咧，應該要設獎勵措施，讓績效特優的人會當較緊升官的管道。聽本清肯定考績改做是3個等地，提醒主管機關想好清楚要安怎執行，避免出現因為主管介意也無介意，也是個人的觀念無同，影響到考績的評比。記者綜合報道。來看今年第13號風颱北海道繼續往西北西方向移動，按算會佇拜六禮拜影響台灣。氣象署指出講，若風颱繼續往西滑向北邊的時間會較暗，所以有可能會佇拜5、初7下晡來發布海上風颱警報。即便它如果偏北轉，可是它轉的時間相對也比較晚，由於它的暴風半徑如果都還是維持比較大，而沒有縮小的話，我們也還是不排除會發布海警的情形。到時候這個颱風相對是比較接近，包含像北部地區、中部山區都要注意會有局部大雨的情形。氣象署指出，初5開始水氣會增加，北部甲東北部會開始落雨，初7風颱外圍雲系接近，北部雨會較大。
初八到初九，風颱上倚近台灣哦，受到外圍環流的影響，北部的山區有可能會落大水雨。風颱移動的路線會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所以愛擱觀察，民眾嘛愛特別來注意。再來看大考中心今仔公布115學年度分科測驗的成績，大部分的考生攏考4科。今年的頂標是以生物54級分上懸，數學甲44級分上低。歷史有139個人摕到滿級分哦，人數上濟。數學乙只有104個考生是滿級分，人數是無到去年的一半。數學甲滿級分人數嘛是最近4檔來上少的。大考中心初三公布115學年度分科測驗的成績，這屆差不多3.9萬位的考生報名考試，以各科選考的人數比較起來，數學比例上懸，上低有關是生物科。尤其這3檔內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的選考人數攏有增加，啊，若選考4科的比例有關是上濟。以數學乙、歷史、地理、公民選擇這4科的組合，人數是跟百分比是最高的。大考中心講，各科的頂標、前標、均標、後標、底標，以生物54級分上懸，上低是數學44級分。尤其數學的5標攏是這3檔上低，數一的5標嘛比去年下降。這個分科18題哈，哇，牽一髮動全身哈，所以一題錯誤之差就可能會造成一些積分上的變動。因為這屆分科考試地理甲生物有出現有爭議的題目，大考中心強調袂送分，啊，毋過未來佫較認真來設計題目。對着公民科嘛有出現爭議的題目，大考中心坦白，確實是有收到袂少歡迎的意見。我們經過了很多的看了來函以後，經過了很多的討論，也再一次就教於一些學科專家。我們是維持我們的答案不變的。這屆分科考試受到8位風颱影響來延期，早起9點開始就會使去查成績啊。若要來申請成績複查，佇咧初六下晡5點進前，攏會使佇咧大考中心的網站登錄來申請。啊，若登記分發志願的時間是初5到初8，放榜延後到17。記者綜合報道。來看捷運萬大線第1期的工程進度已經完成85%。今仔台北市長是做伙試車，按算講明年底完工。中正紀念堂到中和高中本地若坐公車，就要40分鐘。未來捷運通車只要14分鐘哦，加正2倍。捷運萬大線經過幾年的時間，預計佇明年年底完工。初三台北市長做伙試坐列車，期待會讓台北生活科更較利便。老先生呢，通常如果說沒有一個良好的交通設施的話，他就變成困在家裡，或者只有在周圍移動。但有了捷運之後呢，他以後就可以擴張他的那個生活圈。萬大線1期工程會連接台北中正區、萬華區，一直到新北永和、中和到土城區，全長差不多有9.5公里。西高的地下車站含一個機場，開發基地相關的招商攏已經完成，預估投資的總金額會來到500億。我一直希望說，萬大中和線如果及早完工，就會疏解我們板南線10%的運量。10%多少？按照我們現在的估計是6萬多人了，但三鶯線再加進來，我看了，搞不好都會到7萬8萬人都不一定。新進的10台列車，我們一定會優先來滿足板南還有淡水，我們馬上就會啟動環路於民，我們就會把相關的這些違例啊等等，我們就會來把它撤除，讓住戶居民能夠盡快的恢復到正常生活。因為捷運萬大線屬全自動無人駕駛系統，透過無線通訊式列車控制技術，閣有航空中心監控來營運。學者表示，無人駕駛系統的技術成熟免傷煩惱。不過，萬大線捷運的相關接運系統就要做好，才通發揮萬大線上大的效益。接駁轉乘的這個設施，多方面的這個整合，才能夠吸引通勤族使用，也讓他投資能夠發揮更大的效益。學者嘛指出，未來萬大線順利通車，唔但會當縮短雙北民眾交通的時間，嘛會當互淨零碳排的目標，閣向前行一步。記者綜合報道。桃園市政府推動中壢體育園區要起2萬人的巨蛋體育館 ，BOT 案按算25開標，也毋過在地里長是真煩惱。體育園區一定在附近的車路上過矮，若無完善的交通配套，未來的交通恐驚會拍結。
桃園市中壢體育園區按算要起，會當容納2萬人的巨蛋體育館 BOT 案按算在2月開標。地方是真歡喜看到建設的發展，不過因為邊仔的道路有限，嘛互地方對未來那線場交通的問題感覺煩惱。道路規劃並沒有很完善，感覺好像寬度沒有那麼的寬。那這樣子會不會造成將來擅長的時候會造成交通大打結？如果政府無法完善解決巨蛋退場離場時的交通問題，那麼這一顆蛋恐怕就會應了美英當時所說的中壢大巨蛋交通錯雷蛋。中壢體育園區 BOT 案是在中壢區環中東路甲環運路的交接，基地面積大約9公頃。除了巨蛋體育館，嘛規劃一間購物中心，市府按算會當為民間帶來400億的資金，甲這搭打造做南桃園的中心。針對地方交通配套的顧慮，交通局表示，人調的速度以公共運輸為主，透過管制甲車輛的接送來減少衝擊。未來人流疏導以大眾運輸為導向，捷運為主，公車為輔。然後活動期間也會請捷運公司加開班次，然後交通局會配合檢討活動的交通維持計劃。覺得這樣公車有用嗎？這樣是多少都有點改善了。將來這個部分的話，是不是說要把各方面的動線要標示非常清楚，不然將來真的會造成一個瓶頸、一個打結的狀況。交通局表示，體育園區初步規劃設10個到13個公車停靠月台，會檢討規劃公車的路線，提醒民眾坐公車的利便。嘛規劃停車格汽車4000位，歐多拜4700位，按算採用停車預約制加單一計小收費的管理方式，避免車輛佇園區周邊一直駛找無位，甲偷放線場的時間。記者綜合報道。來看連江地檢署在查毒品案，發現馬祖查到的毒品哦，攏是用假，還是講當作行李來託運，甚至是請人偷詐。嘛佇台灣哦，掠到烏道背景的賣毒集團，計共12個嫌犯，有4個人互收押。警方大陣人馬全副武裝攻破細判的嫌犯佇桃園的徛家，這是檢警咧偵辦販毒案，因為細判的嫌犯涉嫌將毒品運到離島連江縣。潘姓要頭的部分哦，經過我們調查哦，他是綁在大腿內側哦，2級安非他命毒品。連江地檢署前日偵辦真濟件毒品案，發現毒品攏是為一名連江在地姓邱的藥販提供，這些毒品攏是為台灣高價的高行李託運，也是直接炸在身上送到連江縣。其中一個共會來源就是夾毒品的姓董的嫌犯，另外一個就是這個細判的嫌犯。逐層向上溯源，得知具幫派身份之潘姓犯前等人，以人體夾帶及寄送毒郵包等運輸方式，提供毒品給連江地區的毒販。警方也查出細判嫌犯毒品的頂遊是有幫派背景的姓吳嫌犯等等的人，檢舉上時佇桃園、台中進行搜查，攏總甲姓吳的嫌犯等等12人抓回來，查到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比劑等等大批毒品，其中伊托比劑的原液會當透做5700粒宋氏煙彈，專案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等的罪嫌偵辦。記者綜合報道。有家長指控講，帶囡仔去台南正出名的園區耍冠風的佚佗設施，所有7個囡仔因為設施破空漏風哦，煞掉佇內底。家長是真緊張，也毋過加載囡仔無啥代誌。毛遊客反映講，救生衫哦真太高嘛真臭，業者嘛表示講會來改善。休熱期間，袂少家長會帶囡仔出外耍水透心涼。初期有民眾去台南有名的農場景點，家長在網絡發文控訴囡仔咧園區耍冠風城堡，這設施竟然有破空，就安尼拿落去。迄陣有7個囡仔咧內面，漏風互囡仔掉咧內底，家長隨趕去救，加載囡仔救出來無着傷，這過程互家長驚甲要死。畢竟氣墊東西，萬一一個針，比如小朋友有些會玩一些針啊，萬一刺破了。那對小朋友整個從上面能垮下來，這都是個非常的一個危害。農場經濟唔那這站，有遊客指出，假期除了買門票，佮另外開100塊體驗水上遊戲，準備穿救生衣。現場看到真濟領救生衣攏阿里阿雜救臭味，互遊客帶一個無一領敢穿。農場官方的小編嘛留話回實咧，業者回應救生衣攏有定期咧整理和換新的。那冠風城堡主要是囡仔傷濟，就安尼站袂牢。每一
一件都非常的髒、非常的臭、非常的黑，很惡心。那因為我們有帶小孩，所以其實覺得蠻困擾的，怎麼會收了錢還這樣？那我們也要求廠商要把這個氣墊給完全的換掉安全性一定是我們廠方最要求的部分對於遊客呢針對這個部分如果認為有這個髒污的部分呢，那我們廠方那也決定把這批救生衣全部都換掉。這間知名農場佇大內已經有30外棟啊，意外含衛生問題小連鎖壁，濟家長希望業者唔通干那收門票賺錢，嘛通重視遊樂設施的安全性和公共衛生。業者講未來換新的設施，嘛會加強人數管控。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國際新聞來看，印尼一隻載271個人的渡船，昨早起佇外海熊熊倒火，火個燒甲正猛。當局是派出軍艦，附近的商船嘛攏做伙來鬥相共搶救。目前知影有5個人死亡也毋過死傷應該是真嚴重，渡船倒火原因佫無了解。海林一隻渡船直直衝出烏煙，船身差不多互火吞去。這隻號做是珍珠信德沙2號的渡船，8月初2早起佇海林熊熊倒火。迄當陣船頂有載271個乘客甲船員，狀況真危急。這隻渡船原底有計對印尼第2大城輸水，駛去南蘇拉威西省的石港，駛幾啊點鐘了後，船長通報，佇個薩普迪島以北差不多19海里的所在發生火災，了後就失聯啦。印尼國家搜救總署接到渡船公司的通報了後，遂派救援船隻展開大規模的海上救援行動。KSA Permadi saat ini melaksanakan operasi SAR kecelakaan kapal Mutiara Perindo 2 yang mengalami kebakaran di utara Pulau Madura sekitar 23 mil. Untuk estimasi perjalanan KSA Permadi saat ini adalah 8 jam。救援人員嘛找到5個罹難者的遺體，因為印尼有超過17000座島嶼，渡船是民眾上普遍的交通工具。官方當咧繼續找找失蹤者，目前還佫唔知影渡船倒火的原因。公視新聞鄭偉玲、吳基聰編譯。再來看歐洲的樹林大火佫會炭燒，南歐的希臘因為高溫佫透風，火是炭了真緊。今仔早起，佫有2台拍火直升機佇空中燒弄，有2個消防員不幸過往。溫度真懸可化嘛真嚴重，德瑙河的水位是創歷史新高。匈牙利的政府嘛宣布講，國內唯一一座核電廠，因為德瑙河水位上高，影響到冷卻系統，暫停供電。大火甲高煙直直衝上懸，希臘當地時間8月初2下晡，2隻組來的貝利消防直升機去希臘首都雅典西北邊的普薩薩區進行拍火任務。迄當陣當咧透風速超過100公里的風，互2台直升機佇個高空交火時燒弄，其中一隻導火爆炸，而且跋落山谷。一個丹麥籍飛行人員甲希臘消防人員罹難，另外一隻英國籍的飛行人員甲希臘消防人員受傷送病院治療。希臘的火燒山災情對7月底開始大範圍傳開，上無已經造成5個消防人員殉職，風速1點鐘內有120到130公里，互大火已經燒害120平方公里的森林甲農地，將8棟厝攏互火吞去。希臘已經動員約500個消防人員，而且得到法國、羅馬尼亞等國的援助。Σβήνουμε όπου μπορούμε σε συνεργασία με την πυροσβεστική όπου μας πούνε πάμε. Αυτό που βλέπουν είναι ότι δεν υπάρχουν αέρια μέσα, πολύ λίγα ελικόπτερα, αεροπλάνα όχι. Δεν είναι μια ωραία κατάσταση έτσι. Το φαινόμενο τώρα εδώ είναι θλιβερό. Ο αέρας είναι πολύς, αλλάζει συνέχεια κατεύθυνση. 希臘警方已經抓到2個牽涉疏忽引起火災的民眾，導火原因那像就是私人風力發電機出火星。也若法國甲西班牙的火燒山災情，目前已經漸漸受到控制，進前體力的民眾也豆豆返去厝。也毋過歐洲這屆因為高溫可化引起的火燒山災情，已經燒害43.3萬公頃的土地，差不多是1/8的台灣。可化也互德瑙河的水位創歷史新高。匈牙利政府宣布要關國內唯一一座佇布達佩斯以南的帕克什核電廠，這也是這個核電廠44年來頭一屆停機。這個核電廠負責匈牙利1/3的供電。匈牙利總理強調，未來5天就是關鍵，氣溫會升到40度，呼籲民眾就愛小心渡過難關。公視新聞景元慶編譯。美國總統川普昨宣布暫停對伊朗毀滅性的攻擊。川普是強調，這是因為沙烏地阿拉伯、卡達等中東的民國，佮有伊朗當局的拜託，佮加上荷姆茲海峽嘛已經擱再開放，甲伊朗針對非核能的議題嘛有初步的共識，所以決定要給伊朗一個機會。雙方是按算講今仔要開放談判。
也毋過受到這個消息影響，國際油價是大落。伊朗的半官方媒體嘛隨背回強調，荷姆斯海峽目前是繼續封鎖，絕對毋是美國講的已經全面開放。波斯灣的荷姆斯海峽大批船隻共款佇咧海面上苦苦咧等待通行許可。美國甲伊朗已經是5個月衝突啦。原本美國按算要對伊朗發動二戰以來上大規模的攻擊，也毋過美國總統川普佇咧空軍1號頂懸向媒體證實，佇咧中東盟國甲伊朗的困求之下，伊佇咧最後一刻決定打動。But when the allies ask to call it off, you got to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And the reason they asked is I think there's a deal. There's a deal on Hormuz, and then there will be a deal on the nuclear, or you might call it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I call it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川普透露，雙方會佇咧初三下晡針對中溪荷姆斯海峽，也閣有全面終止伊朗核子威脅，正式恢復談判。因為荷姆斯海峽掌握全球差不多2成的石油，也閣有液化天然氣的運輸。中溪談判的消息一出來，國際原油的價格隨就落價啊。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 disastrous for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And frankly, Saudi Arabia didn't want it either. They thought that a deal is imminent. 雖然川普釋出善意，也毋過伊朗的半官方媒體法斯通訊社就報道，伊朗談判小組的消息人士反駁美國講海峽的全面開放這種講法。伊朗這方面是強調，只要美國繼續進行敵對的行動，荷姆斯海峽就會繼續關起來。所有的船隻若要行過，都要得到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允准。雙方即馬是一個講好遐，一個講飯咧，外界是看甲回回。公司新聞鄭偉林編譯。巴西今年10月要選總統，80歲現任總統盧拉初二佇工黨全國代表大會宣布要來拼連任，要爭取第4個總統的任期。盧拉是強調講，伊家己狀況非常的好，會繼續來捍衛巴西國防甲關鍵礦產的主權。Eu quero estar preparado para que ninguém invada esse país para levar o presidente como eles invadiram. 今年80歲巴西總統盧拉初二正式宣布代表工黨參選今年10月總統大選，這毋但是政治生涯第7擺參選，更要挑戰第4個總統任期。Você pode evitar metade dos gastos que você tem com a saúde se você fizer o que a natureza manda você fazer. Eu aprendi isso. Por isso, queridos companheiros, eu estou inteiraço. 面對各界關注伊年會問題，盧拉佇台頂展現活力，強調家己的狀況非常好，有信心帶國家走向獨立的發展。Saibam que eu vou levar muito a sério esse negócio de terras raras e minerais críticos. Tem muita gente metendo o dedo no nosso nariz, Alexandre Silveira. Tem muita gente metendo o dedo nas nossas terras. 面對美國川普政府的關稅壓力，甲4個位右派勢力的包圍，盧拉承諾加強國防，誓言保護巴西豐富的稀土甲關鍵礦產。盧拉嘛借此將對手打國家背骨來的標籤，批評波斯納的家族為着選舉利益，不惜傷害巴西本土產業，嘛要挖向美國利益。現場支持者嘛表達對國家自主的堅定立場。A importância de mais uma vez o Lula ser eleito é para que o Brasil caminhe numa independência total dos países que querem controlar o mundo, o universo. Então, 盧拉表示，這是人生最後一屆選總統，若是會當佇10月順利連任，伊會佇完成任期了正式退休，為家己的政治生涯寫落句點。公司新聞4派選編譯。過來消息來看，有立委提案拍算要台獨凍結公司台語台甲台灣 Plus 超過10億的預算，有超過50個公司的製作人發起聯署，呼籲大家做伙來守護公共媒體。公司的董事長歐元輝今仔日廣播節目表示講，若立法院第2輪無個繼續抬公司的預算，以9月開始就無免領董事長的薪水。也毋過，今仔國民黨的立委王鴻薇是批評講，預算封台、封凍結，應該就愛去立法院說明，提出如何的成績，無應該發動連署。也毋過，民進黨立委吳思瑤是認為，連署是會當整合無共的聲音。就8月底之前要做處理嘛，那我可以就以不領薪水為條件，如果立院願意同意讓公司的預算的話，你願意就對了。對，我願意。
公司董事長歐光輝公開發聲，希望立法院賣台嘛賣到公司預算，家己願意佇9月開始唔領薪水，即日起因是公司預算，互立委提案縮減甲凍結超過10億。即馬有超過50名公司製作人起聯署，呼籲立法院守護公共媒體賣台嘛賣到預算。歐光輝透露，到初2暝已經有超過117000人聯署。哪一個單位，如果他的預算有被處理的話，他應該是來跟立法院來做說明，還有你要拿出更好的成績。竟然呢，現在變成一個說發動聯署，想要來做情勒。藍白為什麼甘心做中國的在台協力者呢？我再說一次，沒了公視，難道要逼台灣人看央視嗎？應當來支持自己的國家電視台。吳思瑤認為，透過聯署會當呈現無同的聲音。那國民黨團是強調，主要攏是凍結，公司拿來說明，攏有改動的空間。王鴻薇閣進一步點出，像大罷免期間，台語台有專題報道基隆市長謝國樑罷免案有不公正之嫌，台灣 Plus 嘛有報道的爭議。歐光輝表示，相關的問題甲爭議攏願意檢討，嘛已經有改善的措施。一個媒體，你要說他都不會犯錯，這大概也很難。重要的應該是說，我們願不願意對我們可能做出的疏失進行改進，不受政黨干預，不受商業影響的組織文化，這對我們來講，對台灣社會來講都是重要的。歐光輝強調，為着聽眾人士離校等等類型所做的節目，可能佇商業媒體較少看。不過公司一直有注心佇遮的領域，體現公共媒體唯無可取代的價值。除了話講賣台嘛賣到預算以外，嘛認為這個事件無的確嘛會當變作是公司長期以來董監事選任、財源來源等等制度的問題改善的機會。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第2屆台灣杯火箭競賽，今年是有71個隊伍800多個選手報名。經過培訓，有20個團隊成功來進行飛行測試，並可實驗高中是摕到冠軍。到現場鼓勵參賽隊伍的副總統蕭美琴嘛指出講，太空已經不是遙遠無可能的夢想了，太空產業嘛是咱國家的戰略產業，你要做火箭、做衛星，人才的培育嘛是重點。哇，水啦！倒算計時了，參賽隊火箭順利升空飛起嚟，不過真可惜，線架整體分開。2、1，點火。由幾多組參賽隊點火失敗，國旗確認。比賽現場有20隊佇咧比賽，氣氛真緊張，大家攏希望會當摕到上好的成績。上尾結果出來，1K 組的冠軍是平科實中摕到。其實我覺得我們沒有遇到真的很大的困難，但我覺得問題是有時候其實溝通上面會有一些比較需要花時間，然後再加上有時候實際製作的時候跟我們所想的會是不一樣的狀態。跟去年最大的不一樣是去年踏出這好像小孩子在學路，今年是各位可以看到它的規模跟技術都比去年更成熟。2026第2屆台灣杯火箭競賽，隨日佇咧屏東的旭海科研火箭發射場結束。今年的比賽有71隊859位青年選手報名，21隊進入決賽，有20隊成功進行飛行測試，選出學生1K 組、3K 組、社會組、3K 組的組別的冠軍。我們將競逐太空列定為國家重要的戰略產業之一。而這個重要的戰略產業需要許許多多的人才。3天的比賽，有真儕參賽者願意來太空夢。政府強調，太空產業是國家重要戰略產業。台灣杯火箭賽是培育人才的重要舞台。國家的政策唔但是要建造火箭、衛星，也要培育一代線一代的航空人才。記者綜合報道。來看早起有社福團體召開記者會批評講，衛生福利部7月公布的社會福利服務採購溝通協商的指引，協商只是形式而已，落尾攏是政府在做決定，受害的也是使用服務的人。社福團體是呼籲衛生福利部應該把這份指引撤銷，落實甲民間團體來討論制定實施辦法，才符合社會福利基本法的精神。
社福制度要健全，落實對等協商權。社福團體業牌啊，發口號，質疑政府委託社福團體辦理福利服務，卻無保障因的協商權。衛福部7月7日公布社會福利服務採購溝通協商指引，規定協商的結果由政府評估處理。社福團體認為協商變做形式，要求撤回指引，重新建立政府甲社福團體平等的協商機制。大家協商。若准講有結論，主管機關嘛會當唔免採納。主管機關若協商無結論，主管機關嘛會當唔免繼續甲大家佮繼續甲再一次的協商。所以這內底的一寡指引的一寡規定差不多攏是偏向即個政府機關迄邊。社福團體指出，新指引就法社會福利基本法第14條保障的對等協商。前監察委員表示，協商是法律規定的定數，若變做形式，人民就無法度真正參與公共政策。那學者是認為，第一線社福服務大部分攏是民間團體在做，應該制定實施辦法，避免政府各一方面決定服務內容甲契約。社會福利基本法的這個協商的規定是法律的規定，不是參考用的是必須要履行的程序。如果人民沒有辦法真的參與，那政府就失去了治理的正當性。尤其是你99%的第一線的服務都是由民間團體來做的時候，那這件事情就變得非常的重要。那所以我們覺得去訂定一個實施辦法，其實是比較這個根本的解決辦法。針對社福團體的要求，衛福部是回應講，制定指引是為了落實社會福利基本法第14條的溝通協商精神，嘛表示若協商的事無結論，會要求主辦機關就要說明理由。記者吳金陽之講台北報道。新冠疫情各個傳銷疾管署預告8月中會是高峰，一禮拜恐加5萬人次去看醫生。有風聲講有慢性病人為着病，也毋過走真濟診所，攏無抗病毒藥物通食。疾管署嘛發批來指示講，為着新冠病毒的病人，要優先來使用貝拉維甲瑞德西韋等藥物。若無適合用貝拉維，會當來改用舒冠效等替代藥啊。就是這個對日本專案進口的新冠抗病毒口服藥物舒冠效，會使使用無呼吸衰竭的大人，也有12歲以上的新冠感染病人，會使降低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併發重症，也有死亡的風險，也就是莫納皮拉韋的替代藥物。你開始有症狀3天之內來吃，效果最好。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抑制在病毒的蛋白酶，它就是減少它的複製，減少病毒量，減少病毒量就可以減少可能產生的比較嚴重的症狀或者是重症的發生。國內新冠的疫情繼續在行，疾管署預估8月中旬會達到高峰，一禮拜就診的人數恐驚就會破5萬人次。不過，傳出慢性病患者染病了後，診所走透透攏無抗病毒的藥物通好食。疾管署進前已經發出醫界通函，講新冠感染的個案應該優先使用貝拉維也有瑞德西韋等等的藥物。針對無使用貝拉維的病人，會使依照藥物的適應症，評估使用舒冠效等等替代藥物。因原本慢性病患者使用的莫納皮拉韋已經在今年7月全部到期，嘛已經消費啊，未來袂個買啊。這個不只是可以替代莫納皮拉韋，它的有效性、它的方便性，在機構裡面如果有群聚的話，舒冠效還可以當作預防性的藥物。疾管署強調，最近新冠的疫情進入流行期，若拄當假日民眾急要愛藥啊，全國6都13大的假日輕急症中心 UCC 攏有傳新冠抗病毒的藥物。目前全國公費口服抗病毒藥物的部分，貝拉維有16.2萬人分，舒冠效有1.7萬人分，用注射的瑞德西韋有15萬人，會使因應這波疫情。記者綜合報道。新冠病毒的疫情有褪色的趨勢，流感的個案嘛在增加。衛生福利部的中華病院是表示講，佇小兒科的門診有未少餵着 A 型流感的囡仔，嘛有規家伙仔攏餵着。醫師就提醒講，處理若囡仔有發燒、流鼻水等症頭，大家攏愛注意。囡仔人佇門診看病，規身軀無力，看起來真無爽快。台灣最近新冠疫情野懸進入流行期，疾管署預估疫情觀點會出現佇8月中。另外，流感的個案嘛有增加的趨勢。衛福部中華病院表示，佇小兒科門診有未少餵着 A 型流感的囡仔，甚至佫出現家庭群組感染。可能沒什麼力。
突然沒力氣，突然想吐。半夜的時候也有燒，然後有燒到39，是弟弟先比較嚴重，他先去，然後那時候他才剛燒而已。醫師表示，其實流感病毒規年冬天攏存在佇環境當中，熱人嘛同款會有感染的風險。A 型流感的症頭除了會咳嗽、嚨喉痛、流鼻水等等，閣會有發燒、筋肉、關節酸痛，囡仔人閣會出現想要吐、走白等等的症頭。最近的門診裡面，那有發現說 A 型流感的個案還是不少。現在夏天的季節，特別是現在暑假大家聚在一起，那通常來講都是由小孩子先感染到，再傳染給家裡面的大人，甚至老人家。所以這個部分要提醒大家特別小心。醫師提醒，5歲以下、65歲以上慢性病者高風險族群，若患着 A 型流感，較會有併發肺炎、腦炎等等重症的風險。尤其這陣歇熱，真儕人會安排佚佗、聚會，民眾愛接洗手、掛喙罨，降低病毒佇家庭甲社區傳播的風險。若是有出現發燒、吐、規身軀無力的症頭，應該愛趕緊去病院醫治，避免病情惡化。記者楊淑靜綜合報道。豬鼻藥雖然真芳閣真 Q， 也毋過對時代來講，食豬鼻的風險較懸，胃腸嘛較好消化。台大病院就甲奇美食品合作發展袂黏的營養粿，那麼做伙來看覓。豬鼻是台灣人新年實際定用到的食材，新明洗白紅龜粿，囡仔滿月興的油飯，同齊食營養等等。不只個時段吞物件的機能，會因為年紀退化，豬鼻這種 Q 底底的食食，就會變做風險。有營養師表示，大約3成80歲以上的時段吞物件有困難。目前老大人大概65歲以上的有13%的迄個吞嚥咀嚼迄方面的問題。你若講80歲，90年迄個時陣呢，就是有30%。那在迄個長照機構遮大概有50%，伊個失智這方面就有80%。為着要照顧時段食食的安全，台大病院甲奇美食品合作，共同研發袂黏的營養粿。無論是外口的皮，也是內底的餡，攏有特別設計，較好加長，也較好剥，互無喙齒，敢若會當用起花剝物件的長輩，也通安心來食。這個食品也有摕到農業部的獎。容易咀嚼吞咽，然後牙齦一壓就化掉了，而且又可以保有這個口感是也有米香的風味。好，那所以就是產生出來了，而且更榮獲到國家最高的肯定，就是農業部2026年E-Tender的金鑽獎。原汁原味，能夠讓吃的人不是只吃到食品安全，是吃到他食物的所有記憶。那這個讓高齡者是有尊嚴的，在享受一餐食物。營養師也提醒，若是長輩食物件啉水的時陣會去窒到，也是拿後會感覺點點，吞物件吞袂清氣。有這個問題，建議愛去找醫師，也是語言治療師做進一步的諮詢甲檢查。記者歸有記者桂玲台北報道。台積電佇高雄南馬溪市場附近嘛新設高雄市南電國小，是全國頭一間專供崛起的國小，今仔啟用。校長講，一年有8個班攏滿咯，2年到5年嘛有真儕家長在問。市長陳其邁嘛強調講，南電國小校園有保留200叢的樹仔，閣有太陽能發電，每當減碳的量大約是3座的大安森林公園。望講學校也是零碳排的設計，攏會當來正做模範。開放式的校園四個攏是樹仔，無論教室、圖書館、風雨球場，全部攏是更崛起的。大棟校舍的樓尾頂，閣有嵌太陽能板。高雄市南電國小是全國頭一間全部用更崛起的小校。市長陳其邁講，總經幾十億掛，大概千掛萬掛，總算趕佇新學期開學前完工。希望這座淨零減碳新校園會當成做全國的模範。減碳的工法跟建材，所以碳排減少了2000萬噸。那未來全24小時的太陽能發電及儲能的設備，那所有的電力在我們南田國小都是自給自足。南電國小大年級有8班，目前1年攏已經就滿，因為台積電來南馬溪設廠，帶動北高雄人口快速成長。設立南電國小，除了解決當地就學需求以外，無論是校園的設計，還是課程的規劃，教學團隊也結合高科技的相關要素，設計兒童體學課程，培養囡仔獨立思考能力，唔通只做 AI 的工具。然後希望慢慢培養他的
對於問題的思辨，然後有理有據，然後把它邏輯想清楚，然後想得深、想得廣、想得遠，然後慢慢的去逐步的建構它的思考邏輯。它的應變能力。開放空間設計很特別，就是跟以往的設計都不太一樣，包含就是教室的規劃，這樣子就會讓小朋友比較想要可以離開教室，然後到不同的空間去學習。保留原地200層的樹仔，融入整體校舍景觀設計。南電國小當年檢懷量達到3座大安松林公園的吸收量。校長講，除了1年招滿，2年甲5年的部分，有家長聯盟準備新學期要轉來南電讀。記者柯家如柯超陽、高永昌報道。再來看台東縣的金樽海邊啊，甲真出名的成功，都佇海邊啊，攏真濟人去翕相的天空之鏡。這兩個海邊啊哦，嘛攏有真濟人去衝影。縣政府即馬是按算講，要來推出這兩個地點，來正做是運動觀光的基地。東海華新光鎮獨立海沙堡是真出名天空之鏡觀光的所在，啊，不過即馬有真濟遊客帶囡仔來這學衝影。都已經來到台東了，然後覺得衝浪的活動也蠻適合小朋友，就讓他們挑戰看看。國內會當提供衝影的海域無濟，安全的戶外學習基地佫較少。不一個天空之鏡海沙堡，平坦的海岸線較寬闊，延伸到海的沙堡較長。學衝影和觀光的遊客未互相相克，互發現講是真適合拄學衝影的場合。啊，不過真罕得有人知，不一個已經有衝影的教練佇遮推薩教學。這邊淺灘比較長，然後下面它其實都是沙子比較多，所以就是相對於金樽跟河口比起來的話，這邊是比較對於初階的學生比較友善的地方。因為台東縣金樽海岸當年攏會舉辦國際衝影比賽，今年佫升級舉辦世界級全球橄欖沙額積分賽的其中一站。不過國內會當為細漢就培養衝影的選手場地無濟，所以縣府按算講要推設天空之鏡，變作是國內衝影的學習基地。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屏東東港大平灣遊客中心內底一間咖啡廳，有遊客是指控講店裡賣的花殼美國掛包是假的花殼啊。有網友看相片哦，認為講這應該是肉蝦還是蝦餃，介紹是比花殼俗要一倍。即馬咖啡店嘛已經向消費者回釋了咯。胖中到美國灌牆，醬料淋落去了後，上尾鋪一寡花殼啊，這是東港大平灣遊客中心內底一間咖啡廳的花殼啊美國掛包料理。不過有民眾佇社群網絡頂懸表示，初二到正點這項店頭煞用無像花殼的蝦，頭閣有尖尖的刺。民眾向店員反映，店員閣表示，這算是花殼的一種。因為它真的太像了，所以我們就把中英蝦拿來要做教育。那因為昨天是週日，太忙了。昨天員工的，因為他補貨的時候，他就拿到中英蝦去補。還好這個遊客今天有跟我們反映這樣，所以我今天趕快要來做這個，裡面把它做。我的處理方法是要把我的中英蝦、櫻花蝦那個再貼標。店家買貨，因為拜六禮拜人客濟，員工想無用，無細儀器翕唔到，唔是雕工用較俗的原料來騙。到花膠市啊詢問店頭，表示花殼一般較細尾，店頭用的中蝦較大尾，而且蝦頭有刺，若要食建議處理掉。其實來看介紹，花殼即馬1斤1200，中蝦1斤才600塊，差一倍，不過會互人誤會。本湯跟肉桂，還有我們的油飯也是用這個。這個炒起來比較有蝦油，最主要你要看它的殼是軟的。你這個小隻的當成櫻花蝦賣的話，它是比較硬。一般來講，花殼成本高，煮飯湯和肉粿攏是用蝦餃，也是中蝦為主。除非是花殼炒飯，也是特別的料理才會使用。咖啡店嘛有傳訊息向人客回釋咧，希望當事人會當閣互因一解賠償的機會。記者柯明哲屏東報道。為着要了解北歐2億當前是生石啥款，隨底有一個古生物學家收集大量的石頭啊、實物佮花粉，運用 AI 的技術、動畫科學來重現迄當時的侏羅紀世界，咱嘛做伙來看覓。研究人員佇岩泉採樣烏化石，這是瑞典南部2億當前，這嘛是一片樹林花甲密的侏羅紀世界。I'm interested in what forests there were during the Jurassic. So when I see a pollen grain, I actually see the tree. I can see the tree and the ecosystem in front of me. 今年62歲，瑞典古生物學家瓦伊達長時間研究古花粉甲實物化石。最近，率領團隊利用化石、徹底米甲恐龍的腳印等等的線索，重新導出侏羅紀時代的北歐景致。
這個正真的恐龍漫遊佇正黃的樹欉內，團隊將珍貴的花鳥細節一隻一隻甲詳細畫出來，擱再結合 AI 的動畫技術，成功讓消失的古世界佇2億年後擱再活過來。So this was really the time of the dinosaurs. So we had the plants were mainly conifers. We als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plants that are extinct. So they have two difficult names, but they were mainly smaller plants then, but no flowering plants at this time, so no plants with flowers. So it was a very different ecosystem, but also, cycads, for example. And the dominating animals were amphibians, but also dinosaurs. 我會當指出，重建古生態，唔但為着滿足人類對恐龍的好奇，佫會使幫助理解氣候變遷甲生物多樣性如何隨時間來改變。為恐龍的腳趾到骨灰粉，科學家當咧試用化石碎片，甲地球膨脹的歷史找倒轉來，才會帶點土地數億年的線索，嘛，讓人類有機會重新看到地球生命到底是安怎一路行到這。公視新聞林義柱編譯。再來看泰國的考古學家證實講，在東北部發現大型恐龍新的物種。這種食草仔的恐龍，大約是生活在11300年前，有27公尺長、27棟，差不多是9隻亞洲象遐爾重，嘛創下東南亞恐龍體型的紀錄。萬國恐龍博物館咧展出這隻大型恐龍模型，就是最近佇科學報告期刊發表的新恐龍物種。研究團隊根據佇泰國東北部產業豐富，發現的恐龍屍肌、噴殼骨等關鍵化石，推估約身長17公尺，體重17噸，屬於是下類食草型恐龍，生存在1.13億年前的白堊紀時期，學名叫做產業膨納加棘龍。ก็เรื่องขนาดก็จะเป็นสิ่งที่น่าตื่นเต้นสำหรับตัวนี้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กระดูกที่เราเจอเนี่ยถึงจะไม่เยอะเท่าไหร่แต่ว่าเรามีส่วนสำคัญ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กระดูกแขนแล้วก็ขาครับผมซึ่งเราไปคำนวณขนาดของไดโนเสาร์ตัวนี้ได้ครับก็這種恐龍到底有偌大？徛佇邊仔比看覓，伊一支前腿骨有178公分，就比真濟成年男性較懸。伊也是東南亞目前所發現體型上大的恐龍。泰國到目前為止已經發現超過25種恐龍化石。研究團隊表示，即擺還有大量化石標本等待研究，未來可能找到更較濟新物種，進一步提高泰國甲東南亞佇全球古生物研究的重要性。公視新聞張惠敏編輯。下晡尾天氣來看各縣市詳細資料。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6度；中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4度；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4度。東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3度；外島地區上低29度，上懸33度。再來看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台記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下晡3點，咱再會。